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4年2月初3。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7篇第1节到11节，以赛亞書36章第1節到23節，馬太福音第9章第1節到16節。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醫治權能。會通醫治的一定有伊的能力。就算是講現代的醫學，也毋是凊彩講的做的安尼。過去醫療的制度也未建立進前，咱常常聽人講，倒一個醫生無執照啦，這就是一般咧講的密醫啦吼。佮較早期無醫療這個體系的時代，會通受到醫治，攏講做是神蹟。是上帝的權能。早期有真濟人破病，會去找神明啦，會去八卦啦，找當機啦，找算命先啦，因期待講透過這個行為會通得到醫治。但是咱攏知影，這個五常神明伊並無有權柄。並無有能力啦吼，因為呢，這個攏是人的手所刻插頭啊，人的喙所塑造的形象。但是吼，也有真濟人寧可去相信啦，寧可去拜五常，因為伊看會到啊。掠做講會通對這個五常的權柄能力得到幫贊，或者是好處。以賽亞書先知吼，佇遮甲咱講五常的情形吼。以賽亞書46章第1節到13節，標題講巴比倫的五常，比勒跪落去啦，尼波趴落去啊。這個巴比倫的神明下佇走獸甲精神會較早拼。恁得講的五常，誠做野神的精神的重擔，因已經攏跪落去、趴落去，無法度救家己，顛倒互敵人搶去做戰利品。雅各留落來的子孫，以色列人啊，恁攏着聽，恁一個出世，我就一直甲恁抱。對出舞台就甲恁愛，到恁年老我攏上款，到恁頭毛白我還會甲恁扶持，我創造恁會甲恁抱，我會繼續甲恁愛，甲恁解救。上主講，恁要用啥人甲我比啊？甲我拼啊？啥人親像我會當甲我相款？人對地仔派規堆金仔出來，用親仔親銀，因請師傅用這個金銀鑄造神像，然後拍落去跪拜，將五常舉起來，放佇鏡頭頂光，甲因立在佇一個所在，互伊袂當離開本位。人甲伊求叫，伊攏袂應答，伊嘛無法度救人脫離災難。有罪的人啊，着記號掉；背叛的人啊，着好好啊想，着會記得古早發生的代志。我是上帝，其他無別個。我是上帝，無有一個會當甲我比。對起初我就預測將局的事，對古早我就宣告也未發生的代志。我講我的計劃未改變，我愛做的代志一定予伊實現。我要找一個使者對東方真遠的所在來。伊要親像鷹鳥衝落來，我已經講出嘴，一定會實現。我已經計劃一定要完成。
恁遮的心意，想讲胜利无望的人，着听我讲。我要互胜利必君念米教，我的拯救未完全。我要解救耶路撒冷，要互以色列得到荣光。偶像是无能力，无有权柄，就算是伊的身形，嘛需要人的手来雕刻。咱还阁要拜因吗？圣经甲咱讲，无有别个拯救主，只有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权能者。约翰伫福音书的中间，时常记载着耶稣行神迹、医治人的代志，嘛时常记载着法利赛人、经学士以及祭司，因对这个耶稣基督的权柄产生质疑。因常常问：什么人予你权柄？就算讲是因时常质疑耶稣基督，但是伊的权柄是无法度通质疑的。马太福音12章第9节到14节，安尼记载着耶稣基督医治的权柄。标题咧讲耶稣医好手有问题的人。耶稣离开迄所在，入去因的会堂，拄好有一个人一只手换去的人伫迄个所在。有一寡人想要控告耶稣，就甲伊问：伫安息日医病有合法无？耶稣因讲：恁中间若有人有一只羊拄好伫安息日搬落窟啊，伊减袂甲伊骨扭起来。人比羊敢若安尼较贵重，所以伫安息日做好事是合伫律法。耶稣就甲迄个人讲：手伸出来。这人手伸出来就复原，完全好去，甲另外迄只手同款。法利赛派的人出去就假无要对付耶稣，看要安怎甲伊害死。早期台湾教会基督徒经常有安尼的经验。特别是真济的第一代信徒拢经历过破病求医，无法度得到医好。后来因为宣教师，因为教会的牧长关心带导，上帝的怜悯医治的权能因为安尼来传给归主的情形。这是上帝恩典基督的权能所享受的医治之恩这也是互相信的人会当得到恩典，通来归主。但是真可惜，法利赛人以及犹太教的领袖，并无愿意承认接受耶稣基督的权柄，却敢若想讲要想空想芳来用安息日来陷害耶稣，要用宗教制度所享受互因的权柄来杀害耶稣基督。值得咱互咱来提醒，爱看重上帝所享受的救恩，就是对耶稣基督来，伊的权能是主所享受。诗篇147篇第1节到11节，称赞全能的上帝。哈利路亚！称赞上帝，唱歌学乐咱的上帝，真好。称赞伊是合宜，真通欢喜。上主重建耶路撒冷，自集以色列中间受领去异邦的人，伊医好伤心的人，包扎因的伤。
伊算生神的小目，一粒一粒甲因号命。咱的主至大有大气力，伊会智慧无穷尽，上帝扶持卑微的人，甲歹人拍倒伫涂骹。恁着用感声上主唱歌，弹琴唱歌，学乐咱的上帝。伊起云遮天，为着地准备雨水，互山发草。伊赏赐食物互走兽，互得讨食的细只乌鸦。伊意爱的毋是马的力大，伊欢喜的毋是人的骹咬走。上主意爱是敬畏伊、仰望伊、慈爱的人。恳求上帝，互阮明白救恩只有对你所赏赐，藉着耶稣基督所赏赐互世间人的。除了伊以外，无有别个拯救。求主帮助阮坚定所相信的，莫对其他的人去拜无有权柄的假神偶像。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